袂去啊？好啦，咱们遮小休困者。姑爷，你要找刘和山，为什么就一定爱阮小姐甲你斗阵行嘛？若阮小姐将来淡仔行过遮尔远的山路，伊怎会当忍受即款跋涉之苦咧？只要伊当初若是肯讲实在话，也免今仔日踮咧遮咧受即种苦。姑爷，阮小姐到底是讲啥物嘛？伊心肝内家己真明白的咧。小姐，那呢你着讲啊！姑爷爱你讲啥物，你着讲啥物，免得小妹，你莫加话。是。上讲，咱到底是要去倒位找刘和山呢？搁再讲，若是找着伊，嘛无路用。讲到这个时阵，你还阁是遮尔固执？明明毋是伊，你是要叫安怎指认讲是伊咧？刘和山绝对是杀人的凶犯，无毋对。不管是天边海角，我一定要来找着伊。为什么你袂用放伊一条生路咧？我实在真袂明白，究竟你是为什么？你会对刘和山遮尔关心呢？敢讲你袂相信我？我绝对袂做出违反天理、良心的代志啊！我非常了解你，所以我才会无责备你。你伫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好某囝，你绝对袂做对不起我的代志。但是，想袂到你竟然会甘心来增加翁婿的麻烦，这实在是真令人费解。你会谅解我袂？伫个代志还袂明白以前，我也毋知影到时阵我是毋是会谅解你。既然你会下决心要来帮忙伊，量必伫你的心肝内早就已经有上界歹的打算。到时阵，就是互我休你，也是在所不惜对无？我确实是对不起你，可是你若是袂当谅解我也无啥物话通讲。然后呢，你就将你心肝内秘密讲出来啊！我袂用咧讲出来，等于承认伊是罪犯。好，无你的帮忙，我共款让我人查出罪证。你只好继续搁讲我忍受这种跋涉之苦。小妹行。好诶，想袂到踮咧遮拄着你，花大爷，你来离家咧？来去客栈休困一下，我会将详细的经验甲你讲。小丽，我一间清静的房间。房间啊，对遮，来，对遮。小姐，行，咱来去。花大爷，只要若是会当找到伊受路，就会当找到灵妹，保定着会当找到刘和山。姚豪诶，你的意思是讲刘和山会去救家妹？刘和山意要杀死秀龙，这个最后的元首人，伊若是会当找到秀龙，灵妹就会当安全。对啦，姚豪诶，秀龙是南海山庄的人，无一定，伊已经将家妹掠去伫咧南海山庄。听讲南海山庄的主人是一个查某，而且是一个娇艳无比的年轻女子。伊甲秀龙中间必定有瓜葛。河山俊笑如我思心，叫我怎不懂纯情？只奈伊对我热冰冷，叫老表叔无给。
会失礼？敢讲是对刘浩三这个人袂反将才会失礼？无毋对，伊报仇心切，伊中着卖饭尖了后，伊才甲我当作是伊的冤仇人。若是去互庄主你看介意的查甫人，就拢无法度通我逃过你的卖饭尖，只有伊刘浩三才有法度通逃过。我袂互伊离开，我一定要得到伊。庄主，伊真心啊！咱恁落去。是。小龙，小龙，这个所在只有甲咱两个人尔。我明明看见小龙，迄是你中着我的卖饭尖所产生的幻觉啊！幻觉。你敢知影？你差2点点啊吼，就险要甲我摔死，你知毋？庄主，拜托你紧放我走！我要找伊小龙是安怎样着急？你要找寿龙报仇，那安尼这毋较简单。我派人甲伊掠来你面头前，输在你甲伊处理，安尼好无？寿龙若死了后，安尼你毋就用答应甲我成亲咯，吼？好三的心早记死，何必你苦苦来交甜？对你一片真情意，你怎忍心？你怎忍心记嫌记？庄主将伊挂心中，求你莫误我乡听。亲事若是不答应，咱出本庄，咱出本庄的门庭。我唔答应，你留我有啥物路用呢？好，我要甲你看卖，看你偌有坚定。我要甲你赌一个。甲我赌，是要赌啥物？我都毋相信，我朱延基会得袂到你刘浩三。啊，永远你就输。哦，好，那安尼，咱就试看卖咧。调敌以前，速便带到护卫，姚世阿甲华凌峰前来求见。听你两个所讲的经过，小龙这个高铁生，伊也实在太可。庄主，南海山庄在江湖上也是相当有名气，希望庄主你当交出寿龙，以免影响到南海山庄以后在江湖上正气凛然的声望。家妹为着要救我，才会甲伊走。若无赶紧找着寿龙，家妹必然凶多吉少。不瞒姚护卫甲花兄，我甲伊寿龙确实是有一段情，所以才会当互伊伫即个山庄自由出入。但是伊确实毋是山庄的人，自从我甲伊情断了后，伊就毋捌阁来过了。也毋过伊踮咧外面，毋免花兄你讲，寿龙伊无将南海山庄的名义提高伊家己的身份，我已经有命人伫咧探听，假使若是互我找着，我一定会将伊碎尸万段。寿龙这个特性实在也太过卑鄙，
希望庄主你上座，早日除掉这个江湖的败类。为江湖着想，本庄主是义不容辞。请问刘和三是毋是有来过？有来过咯。伊犹原甲你共款误会讲，秀龙伊也是伫即个庄内。呀，那庄主是毋是知影刘和三的去处？毋知影。伊什么时阵来？什么时阵离开？伊5天前来，但是倒迄一天伊就走咯。刘和三有讲伊要去倒位无？刘和三的个性，量比恁两个也知影。伊敢会甲我讲啥物事？也好诶，竟然伊离开啊，咱着赶紧来去别位找。你敢还阁有另外目标？李台是迄6个人之中，华山张顺宏，甲伊受龙的私交最亲，而且张顺宏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。华山的势力又大，无一定受龙，已经去伫个华山，煽动华山派的人，要来对付刘和山，替张顺宏报仇。对，呀，那咱即刻来去华山一转。庄主，过时。请。真实的，我无互你甲姚伟见面。我真话叫掠去，就无话一大车。莫生气啦，我甲因讲真侪话，我即马彻底了解着你的做务，我认输了。自从我后爹死了后，我就接掌即个山庄，我毋捌拜过人的手头，只有拜咧你的手头，但是我也袂感觉真见识，所以我爱你，应该都爱完成你，你用伊去。想袂到，想袂到你甘心认输啊！你是江湖中的英雄，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我败咧你的手头，我袂感觉真见识。相信讲，你也袂将这件代志去江湖上讲吼。这一点做你放心，我刘和三随时离开这个山庄，随时就甲你陪去。庄主你毋免阁讲啊，准备完刑。到底是要去倒位咧？对咧你和三的后面，伊若行到倒位，咱就行到倒位，咱尽量协助伊。哎呦，小姐，小心，小姐。也好诶，我看所有人已经筋疲力尽啊，有迄个体力，我甲咱去华山，不如互伊踮遮等。会受这种苦，这是家己找的。也好诶，恁是恩爱的夫妻，伊会帮忙刘和三，必忍受伊不得已的苦痛。我实在想袂出，伊究竟是为虾米会甘愿忍受这种苦，而毋讲出原因？你是要继续逼伊，互伊讲出原因是？我也无忍心安尼做，也毋过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相公，我实在是行袂起。可是，你若硬要逼我上山，我恐惊有命上山，无命通好落来。也哪咧你讲啊？佮讲100摆、1000摆嘛是共款，毋是，绝对毋是刘和三，你明明看到的人是伊啊！确实毋是伊啊！哎呀，也好诶，所有人既然这尔啊决定毋讲，你搁再逼伊、行伊，你也袂得到答案，何必着家己伫咧赌气呢？互伊踮遮休困，通恢复体力。好啦，阮即马上山来，上紧也等明仔载才有落山。你两个人踮咧遮等我。花大爷，请。
远啊？你去摕一点仔水，互我啉。好，我即马就来去。敢是姚夫人呢？你来伫遮？你也要上华山去找秀龙？秀龙伫华山，万正是的，你袂用上山的，你紧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阮相公甲华良拄则上山，你若是去，一定会去拄着阮相公，伊是下了最大决心，要来掠你啊！华莲花是安怎在你中府斗阵的？你一个离开，秀龙就出现，劫走华小姐。华小姐为着要救走因大兄，不得已，伊毋知甲秀龙走，恐惊华小姐已经被秀龙摧残了。秀龙无伫华山咯，为什么你知影？因为我决心要帮助你，所以我一直跟踪伫你的后面，而且我另外也有派人要去杀秀龙。伫迄个华山的时阵，有人飞鸽送书，我才会当知影讲，确实就是这种代志。哪会要去倒来找秀龙？你即马暂时毋通找秀龙，你想避起来较要紧。为什么？想袂到，竟然会来甲遮尔紧。好我倒，你先走。是倒下来。是空洞派的地主，你错杀着一个人咯。你是讲朱角洞？无毋对，因6个人其中只有伊无侮辱过你的家后武义说。哼，也毋过因拢是同一党的人。秀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，伊自从实在的情形去通知空洞派的人，空洞派人认为讲你是血白不均，杀了朱角洞，所以才派人要来杀我。无毋对，你即马暂时就毋通出面咯。若是要杀秀龙的代志，你做你放心，我相信无偌久，我一定会找着伊。若是毋食，你会活我过死。我活不如死。啊，当我一切拢总尊重你啊！啊，你搁发遮尔大脾气，有啥物路用？要不，则是甲你讲，我实在真爱你。若无你昏倒的时阵，我会用占有你啊！你若敢甲我磕一，我就死。我知影，所以我拢毋敢对你安怎。则是甲你讲，我实在真爱你，我决定会真有耐心甲你等落去，等到有一天，你会当心甘情愿的一日。你永远都等袂到了。好，也若安尼，咱2个人永远就住这深山来过日子。秀龙，我求你，你放我走好吗？我袂甲你和尚讲你秘踮的这个所在。我哪有可能相信你的话？我要救你和尚，我一定爱保护你啊！你是安怎哪讲哪矛盾的呢？一点仔都无矛盾。你若死，和尚伊会去投案，伊所犯的罪就是文斩一道。假使
伊若找无你，就无法度报仇。伊若无报仇，伊都毋甘愿死。那安尼要救刘和三，是毋是爱第先救你咧？我死，刘二三也会死，我拄拄是安尼啦。伊小弟伫咧造官，伊会救伊嘛？徐大哥，一切有按照我的计划落去做。空洞牌的地主全部已经出动啊！相信刘和山无路通走。想袂当到，我这招救多杀人计会这么有效。哼！现在刘和山一甲对付遐空洞牌的地主都袂有啊，要哪有可能过来遮找我咧？无毋对，徐大哥，你是也真厉害，也毋过咱所约束的代志。哦，咱两个人要斗阵练这个撇销神剑的剑谱，各拔一通啊！无毋对，简单，来，我比几步互你看。感激。只有干你一个人知影了，为着绝对我家己安全，一定我会杀你袂口。你利用我，了你搁杀我，哎呀，你个小冤啊！你。是安怎？小龙伊伫个山顶的山洞。小龙，你哪？赶紧将我的小姐给我交出来！